我要豆腐歌啦。咁點解要豆腐歌咧？其實就係因為屋企就賣啲火鍋嘅生意嘅，自己係好中意唱歌啊，同埋希望可以用唱歌去感動每一個觀眾嘅心咁樣。我覺得係一個幾新鮮嘅嘢嚟嘅，因為通常我哋都係或者喺啲 cafe 啊，或者係嗰啲酒吧啊嗰啲度唱歌噶嘛。但係喺大家樂唱係一個幾新穎嘅嘢嚟嘅。咁希望可以每個人可以俾多啲支持我哋一啲街頭嘅歌手。闖蕩，將我夢與理想。我叫 Anthea， 我係打球康嘅。係，我叫 JL， 係唱歌嘅。我覺得香港係一個好密度好高嘅城市，大家可能覺得街頭音樂其實係存在唔到嘅。不過而家會越嚟越多人去做呢一樣嘢，係去活化我哋嘅城市同我哋嘅城市互動咯。我覺得係街頭玩音樂俾我就係你本身係唔認識嘅，不過透過音樂呢一樣嘢，你好似同佢好熟咁樣咯。因為一首歌一個故事可以大家 touch 到大家咯。其實我覺得好特別嘅，因為咧應該未試過有本地嘅快餐連鎖店啦，去同一啲音樂人做 crossover 咁樣嘅。咁我覺得今次會係一個好創新同埋好令人期待嘅一個 crossover。大家好，我係豆腐哥。我哋係 JL Music， 今次希望可以同大家喺大家樂壇見。大家樂壇到時見。等你。信我用歌聲替代哭泣，或者時代都可衝破找到自己，縱是顛簸。